呢單唔係普通嘅虐待，係一個人被摧毀再慢慢修復返嘅故事。2021年12月，泰國男子朗法被揭發俾僱主長期虐待，送院時情況極為嚴重，面部變形，多處骨折，傷勢誇張到難以想像。而佢一直唔敢反抗，係因為驚對方越打越狠。案件之後進入司法程序，直到2022年12月14號，順武里府法院判3名被告監禁14年6個月，各罰款120萬泰銖，再共同賠償約670萬泰銖。但對朗法嚟講，真正嘅困難係之後，因為佢面部多個位置骨折移位，而且長期冇得到治療，骨同肌肉錯位連埋一齊。醫生話呢個情況唔可以一次過解決。之後嘅4年，佢前後做咗11次手術，由重建骨骼、修正，再慢慢修復外觀。佢塊面腫嘅地方唔係發炎，而係面骨移位造成。整個療程超過400萬泰銖，但係免費幫佢嘅醫療團隊話，佢哋只係想幫佢重過新生活。最近朗法同醫療團隊一齊上當年揭發事件嘅節目，講返呢4年嘅經歷。醫生話佢一直好合作、好感恩，所以團隊都盡心盡力咁幫佢。而家佢嘅外觀已經慢慢改善，可以正常見人、正常生活。至於生活方面，政府部門亦協助佢重新開始，有專人教佢養雞，以後可以賣雞蛋為生。朗法話而家生活簡單但好滿足。而家仲有手術未完成，例如耳仔同埋牙，但係佢話已經唔想再要求太多。呢件事最令人感慨嘅唔係佢變返靚，而係佢終於可以做返一個正常人，由被摧毀到重新企返起身。呢4年係一步一步咁捱返嚟㗎。